中华。咱今仔主办单位，咱是行太子宫处理，这个咱普世的咱国民处理员，咱国民的青花代表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今仔日我中华社团的总会代表阮800黄金的团体会员，用新名太子宫来祝福，祝福咱的改革改变典礼。以后呢，会当互咱这个真伪广大、真伪变现吼。咱今仔日讲这个主办单位、协办单位，咱各中华寺庙，大家会当修会进行信徒完成会当来拜太子爷，各位信徒会当丰收大吉，所求如意，完成公赛，大项如期。祝喜如灾，百事有情。咱祝福咱这个改变典礼以后。会当咱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会当咱台湾的经济会当起飞，感谢，谢谢。非常感谢咱总领袖。我们的欢迎一下欢迎我们演高而来的和谐文化厅。